那呢個經書在歌羅西3:15節咁樣講到，即個心中你嘅平安應該係從基督嘅來本設家，基督面臨即個嘅心中嘅平安，因為到且加上帝先設家，即個係感恩對呢個上帝。嗱，係講即個心中嘅平安係從上帝嘅面臨下來嘅，從上帝嘅來嘅，即個撒貝咧嗬。即刻得到真正嘅平安、真正嘅快樂、真正嘅甜嘅心。嗱，所以是個謙卑啊，嚟到上帝耶穌基督嘅面前，打開心，嚟本家嘅平安充滿喺個心中，本家嘅平安嚟面臨自家嘅心中，即刻得到好嘅路線。世間裏各樣各樣嘅問題嚟逼實，各樣各樣有同經濟有同，但係即刻要上帝嘅平安嚟面臨自己嘅心中，即刻唔係交通，即刻得到強嘅心，信心更加強，心中更加強。到呢一強嘅講，即刻能夠行呢嘅世間，即刻得到平安嘅心，因為從耶穌嘅來嘅，阿門。